嚟到最尾一日，又係西門町，食個靚早餐先啦。見到呢一個包好似好正喎，即叫即整都要等一陣㗎，等下落雨添，好彩係微雨啫。終於整完啦，食得。加咗 BBQ 醬，幾好食啊！超級熱辣辣，新鮮即食，正過某啲餐廳啦，正。之後去梁山泊小籠湯包，排咗成半個鐘，有酸辣湯，店面係咁嘅樣，小籠包都要等一陣啦，一碟7隻，試下味先，真係皮薄餡靚喎，加埋啲醋同埋薑汁，裏邊都 juicy 㗎，真係唔錯。但係要排半個鐘，大家考慮下啦。想講有到栗子饅頭同埋飛薯，又要排隊啦。排咩呢？就係排呢一個一脆甜甜圈，好似都排咗半個鐘。天下第一脆，試下先。叫咗鮮奶一個，同埋鹹蛋黃味一個。發現鮮奶嗰個熱辣辣新鮮出爐最好味，幾脆嘅，不過要排，我下次就唔會啦。暴風吸入鮮奶嗰個幾好食，鹹蛋黃呢個因為係凍嘅，所以麻麻地可以唔食。如果佢都係熱嘅就好啲嘅。我識得一個鮮奶嘅係熱㗎，點解西門地下室係咁樣？乜都冇。台北車站點解會咁㗎？星期日咁似香港某個地方嘅，嚇到 O 嘴嘴。買手信啦，聖保羅嬌餅，其實一般，個人唔太鍾意甜嘢，不過好多選擇嘅，都幾多味道，同埋可以用一卡通俾錢。豬肉乾正常發揮，見到 Jellycat 咯，不過冇買，睇下啫，搞笑喎。又有雪烤啊！買星球爆糕，飲杯咖啡先。退咗紅蝦星嘅公仔，超級大間，我覺得都算良心出貨嘅。玩咗一陣都出咗貨，出完啲貨可以計分換自己想要嘅禮物，真係超級大。如果多啲時間就可以再玩耐啲。佢啲獎品都算唔錯。我諗有小朋友嘅可以玩足全日，就係呢部啦。
夾咗一陣都出到貨。我哋得半個鐘玩嘅啫，所以求其玩兩下，中到就走啦，開心。睇下啲禮物都 OK 㗎，換到兩樣，容易過街邊嘅，走先啦，係咁先啦，下次再玩啦，食埋最後一餐，再見。